金曲歌王林俊傑 JJ 早前高調認愛細20歲嘅中國網紅77，仲曬出同家人嘅合照，睇落好 sweet。呢段戀情公開冇耐，台灣演員 Mida 曾盛媛就以前女友身份喺社交媒體連發多個 post， 指控林俊傑一腳踏兩船。Mida 唔單止公開多張同林俊傑嘅親密合照，仲包括一齊為林媽媽慶生嘅相，仲暗示佢哋曾經有長達4年嘅地下情。佢仲爆料，林俊傑曾經對佢講過，如果去爆料，睇下仲有冇男人會要，被網友質疑係 PUA 行為。呢啲相同言論立刻引發網友對林俊傑感情時間線嘅質疑，認為佢可能喺同 Mida 交往期間就已經同77開始交往，涉及劈腿。對於呢啲指控，林俊傑所屬嘅經紀公司發出聲明，否認兩人曾經有戀愛關係，話佢哋只係透過朋友認識，並表示同77係喺2024年中旬先開始拍拖，冇感情重疊。雙方各執一詞，令事件陷入羅生門。